108年双十国庆的酒会暗时是伫这个台北宾馆举行，真侪友邦的贵宾拢有出席。蔡总统带这个瓜地马拉副总统伉俪，加斯瓦蒂尼王国的总理伉俪呢食米线，特别介绍台湾的小吃。这个宴会披萨呢，就含这个台湾味，有珍珠奶茶加蚵仔煎的口味，真特别。蔡总统一日到国庆酒会现场，都有红仔伫等伊，衫的色水嘛同款。 直接做一个古锥版的总统鸡龟，来自国外贵宾看甲有够欢喜。唔但好耍嘛有好食的，头一站是卤肉饭，瓜地马拉副总统伉俪，加斯瓦蒂尼王国的总理伉俪，一人一碗。伫大家食甲真欢喜的同时，这个生意人要求讲要甲蔡总统翕相，总统无用签名翕相，这贵宾无用伫食卤肉饭。另外嘛有结合东西方口味的料理，披萨结合台湾小吃，有蚵仔煎的口味，嘛有珍珠奶茶的口味。 总统替这贵宾摕披萨，本身嘛想要食看卖。除了欣赏舞蹈，跳舞的人穿真优雅、真水的旗袍，跳热情的弗朗明哥舞，结合中西方的文化，互人赞叹。酒会表演显示出台湾的多元文化，真侪友邦甲外宾来台祝贺中华民国108回生日快乐。 这个时阵嘛是蔡总统拼外交、稳定经济、邦交国邦谊的好时机。